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文，武文文第五条。这个文本地意思就是算赞的单位，像讲一赞，咱就讲一文；算物件贴做伙单位，或者是一遍、两遍，咱嘛讲文。像讲一文图就是一元图，另外铺两文砖就是砖啊铺两元。另外这个文嘛有四大意思，像讲顶文的，话前几讲啊，咱所讲算倍单位。某人讲元，所以顶文、顶元、顶倍拢是差不多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春文，某人读做春轮，代表舔舔、sensen小可甲手春的运动轻松一下。第二个词咱读做文啊诗，也就是看看诗，豆豆来卖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只猫啊看起来脚松手松，心情真轻松。看看咧春文，刷来为碰雨，有那时跳落来，互人看得到底，感觉足古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文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